唱唱跳跳又来了！天也是在节目当中，会安排了众多精彩内容，有7家13人来做舞蹈表演，还有其他真的带年小的小朋友，为大家带来带年小的变变歌。除此之外，还特别安排的客家电视了，继续看下来欣赏其他队友带来的演出了。喜祝上场的小朋友，我带来摇滚麦酒。接下来就看下来欣赏其带来的舞蹈表演。十九重山歌，跳喊起路山歌，不作心跳不开啊，爱唱就来唱，爱唱歌，嘿讲把界秘路最跳乐，甲就一枪那最美妙。就爱练友情爱的，我那友情一条心的。来你啊，亲妹儿在何方啊？我的姻缘各有分啊。嘿，讲马界好，就爱慢慢醉哦。亲妹儿比酒更家乡。十九重山歌，跳喊起路山歌，不作心跳不开啊，爱唱就来唱，爱唱歌，嘿讲把界秘路最跳乐，甲就一枪那最美妙。练爱就爱练友情爱的，我那友情一条心的。来你啊，亲妹儿在何方啊？我的姻缘各有分啊。嘿，讲马界好，就爱慢慢醉哦。亲妹儿比酒更家乡。
要登场的是变变歌舞蹈表演，看也曾安发条的小朋友，是每次都记得很得人笑哦。就听下来欣赏记得带来的演出。天记得咯，大竹板表情要有笑，对嘛？要快乐的，还有咯，记得咯，1、2、3，起起3要合音，安尼个3再要打开了，对嘛？3叔婆，今年33，来一边预备开始。3叔婆，今年33。带灯怪棍起起3。带灯怪棍起起3。起起3啊，起起3，来，大家加头拿，加头，有一点点拍子，有一点 tempo 哈，来背，起起3啊，起起3，看到3叔3个3万3。其实呢，介绍了客家后生了当神市，因为最主要要搞生的1、2、3，起起3，安尼3老3是无共用，所以生的对大量后生量嘅上市，其实要大足版以外呢，记得都个讲嘅上市，其实会出现同多嘅问题。除了人讲嘅同多咬师无清楚，也讲343嘅3叔婆嘅上市，可能343嘅3叔婆就一直闪电下去吼。故说呢，都个搞好嘅上市，其实拄到同多嘅问题。不过生也都个练习大足版嘅上市，其他系讲练习舞嘅，其实系同有成就感嘅。最主要系咩感谢讲屋卡嘅妈妈还有阿公阿婆拢支持哈。本身嘅去学安尼客家才艺，故说了才艺地方要看到生嘅，本来讲对客家无兴趣嘅，不过就系针对讲学到以后呢，也讲在舞台上表演出来，记得学个了就成就感以后，对自家系有自信心嘅。也系爱。这一次重来。到带爱去客山，也系去看3万3嘅山书。这一句是我最讨厌的。其实生嘢都个好了，33个3叔婆吼，小可有点为难记得啦。因为针对了国中生也系高中生啦吼，记得讲到了33叔婆，伊讲练到强强要冲壁的吼。因为伊讲后生量本来就会针对安尼神马。
拄个做练习。其实了，细人的玉婷哦，迄童音之类就因为细人的，唔那不一方音符咧，佢想办法，佢拢想办法，然后去练好。拄好到最神奇的就是家己讲家己，搭摆呢头前童孙哦，大足班大到童孙。唔过迄演到你啊，见人讲诶，就会熬到身嘛，就听到讲即个唔要应收，啊，线上呢有上司讲面出的硬空气，就讲我又错了，我又唔错诶哈。夜拜好个嘅熬沙量，我去咁样有试着去练习，不过我感觉我嘅每个真无简单，其合我搭摆念的嘅上司会感觉。哦，也每次老师来出呀题目，不爱给细人的，很难哦。爱去甲太人这一方就会熬到三嘛。爱妹很强哦，给还会打主板，又还会笑，又还有个动作。可是他让我觉得我女儿很了不起，我以她为荣，对。用千变万化的教学方式，让细人呢来学客家，伴细人呢伫快乐的环境下来学讲客。接下来，我就叫下来欣赏小朋友带来的客家结识了。三叔婆今年33，带定乖棍去客山，看到三叔三个3万3。三叔结子3300，3000啊3000，树下蝶子383，三叔婆念个343，蝶体3个3次又3粒，343个三叔婆，到底是去客山，也是去看3万3个三叔。3300个3个字，转头去念343个数3字啊，数3字，按字写，长来了。